嗰日星期三冇乜特別，天灰灰，麥兜返工食飯收工，一切都照舊。不過佢手機入邊嗰個行事曆偷偷喺凌晨嘅時候彈過一行字：麥兜生日。佢朝早起身嗰陣，佢冇特登望個電話，心諗今年應該會有人記得啩。結果去到下晝，Slack 冇咗工作嘅通知，WhatsApp 得到外賣嘅優惠。佢笑咗一下，同自己講：算啦，都幾年冇講過出嚟啦，邊個會記得呢？下午茶嘅時候，同事講笑話，講減肥，講股票，冇人講到生日。麥兜飲咗一杯凍嘅奶茶，冰粒敲下咁，啲聲好清脆。夜晚收工，佢一路行路返屋企，經過便利店，佢忍唔住買咗個細細個嘅芝士蛋糕。收銀員問佢要唔要叉，佢就話唔使啦，我屋企有。返到屋企，開咗個電視，冇乜興趣睇，開咗個電話睇下 Facebook，冇信息。不過突然之間彈出一個提示：你喺5年前今日嘅相入邊同麥麥企喺旺角街頭，手拎住一個紙包蛋糕。麥麥笑住對住鏡頭講：快啲影啦，蠟燭用啦，笨兜。熒光幕照到個樣，靜咗好耐，最後點咗支蠟燭，冇唱歌，冇願望，只係吹熄咗。火光一閃嗰下，佢心入邊閃過一句自己都唔敢講出嚟嘅說話：其實我只係想有人記得。